近日，紐約市一名男子踩單車到達皇后區一家酒吧外，故意將懸掛嘅美國國旗撕扯落嚟。事件發生喺 Jordy's Joint 酒吧，時間為上個禮拜二下晝。涉事男子喺酒吧外停下，從單車上跳下之後，伸手撕破咗國旗。酒吧員工報告話，國旗被割得粉碎，並喺次日向警方報警。受損嘅國旗隨後被交俾 Knights of Columbus 妥善處理。當地美國軍人協會仲表示，將會為酒吧提供一面新嘅國旗。儘管焚燒國旗喺美國嘅言論自由保護範圍內，但係喺本案件中，由於損害咗私人財產，男子可能面臨刑事破壞嘅指控。特朗普總統曾經表示，希望加強對破壞國旗嘅懲罰。舊年佢曾經簽署一項行政命令，旨在懲罰焚燒國旗嘅人。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道。